想去国村救少商。我信他。我与少商已经约好，以天下为重，夫妻并肩，共同克敌。我信以少商的智勇，定能护住国村，化险为夷，保护少主君先走。我不走。更信他与5年前不一样，此次他绝对不会怨我。我信他，我信他。子申信我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护住身后的百姓，万亩良田。来呀！杀我呀！林不疑，你好可怜呀！你们霍家全家惨死，文贼却对罪魁祸首加官进爵。你为报仇受千夫所指，与爱人决裂，你就是一个对权势谄媚的走狗！死在你手里，也不枉我忠义之名。想激我杀你？听闻立地归天之时，身边有名有姓的官员、工人皆为其殉葬。而你之所以能苟活，那是因为你默默无名，卑微如蝼蚁。住口！主公家顽种如山，怎会视我如蝼蚁？主公不曾命我殉葬，是要留我性命，向你们报仇。是留你性命报仇，还是根本就记不住你的性命？你胡说！主公当然记得我，我是主公最亲重之臣。如今天下将毁于我之手，主公遗愿我已完成，天下人都会记得我。少自欺欺人了！你以为你总快我一步，可到最后，你还是什么都没能做成。这江山倒不了，这天下也无人会记得你。去国村！是。上去！
拦住敌军，赢取战机。我来想办法灭火。得令，得令。这样，三少，立刻带领一队人马挖深拓宽山村与山间之间的沟渠，只要无草木助燃，我士兵上不了山。天下粮仓就靠三兄了。得令。谢架子和阿松为我开路，我与堂子和姐夫在后攻营沙土，扑灭大火。得令。得令。得令。是。少商呢？国丧保重，我们赢了。我们赢了。
么还哭上了呢？这点伤又没伤在你脸上，耽误不了你娶媳妇。哭什么哭？我不是哭这个，我对不住少主公，对不住少女君。想当初在西北，我还想让少主公许诺剧痛。也就是现在，看着少主公和少女君快要成亲了，我良心才能安。还是你们见女人太少了才会被骗。日后我带你们见见世面。什么西域的舞女，南越的歌姬。你要去哪儿见世面？对呀，见何世？我心腹就是我眼中全部世面。你兄弟俩可别把我带坏了啊！哎呀，哦，真是了不得！我刚又补了一卦，卦象上说咱家又有喜事要办了，让我们猜猜是谁的好事将近啊？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啊！你就算不肯成婚，那也该举业了吧？别整日摆弄这些。哎，你们不懂，只有俗人才惦记着娶妻生子。我呢，准备出去走一走，看看大好河山，体会一下风土人情。到时候我一定能找到自己的路。你要找路，你怎么不给自己算一卦的？你那卦象根本就不准。慈兄，卦象上还说你今晚必有血光之灾。阿嫂，我要将次兄5、6、7、8个红颜知己的事儿全都告诉你。程宋，5、6、7、8个。红颜知己啊，你也不怕累死？可把你给能耐的啊！既然如此啊，手不是吧？你别打我这个！打死你！啊！你准备躺到何时？少商已经问了好几次了。唉，我是饮你家汤药了，还是吃你家大米了？你絮絮叨叨什么？你虽未吃用我家的，但累得五父劳心牵挂了，便是与我有仇。你告知他，我并无大碍，倒是太子殿下得赶紧回都城复命了。你呀，赶紧走吧。住手！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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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！你放过他！放过他！华县里面的人给我听着，这可都是你们的骨肉至亲呐！若你们县令再不开门投降，我就把他们全部斩杀，剖尸、挖干，给你们看呐！放过他！放过他！放！你们这些畜生！我给你们钱了！每过一刻，我就杀一个人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你们华县的城门牢固，还是这些贱民的脖子牢固？哈哈哈哈！
有种就出来一战，可以扰民全城百姓性命啊！父亲，大人，外面贼匪众多，您万不可开城门呐！大人，老兄，身为华县的副官，岂能亲眼看着百姓跟贼人屠戮，自己做缩头乌龟？他们之所以强攻华县，无非是想在圣上西巡路上趁机伏击。我不会任他们如愿的。要想夺华县，就从我的尸体上探过去。父亲不可！等我若出城，引开贼匪，就让城中剿成最好的将士出没，务必把华县的战况呈报圣上，请求林将军支援。父亲，大人，同志，大不，我们也去。吾等愿追随大人，誓死杀敌。华县的好儿郎，备好同志，我等出城后便探刺门栓，不全前贼匪，不得开城。誓死杀敌！誓死杀敌！誓死杀敌！开城门！刚才太过疲累，竟然睡过去了，还做了个噩梦。大伯母赶紧去歇息吧，这些账簿交给杨洋就好。还是泱泱贴心，不似娘娘，只知道惹我生气。大伯母入门片刻也放不下娘娘，可见心中还是记挂的。夜深了，早点回去休憩吧。学习操持家务，也不急在一时。是。从前女君随将军征战时，看战报也常伏案睡去，嘴里还喊着女公子的名字。没想到如今留守家中，还是这般担心女公子。可见天下父母心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是放不下儿女的。我哪有担心他的安危啊？我只是担心他别再惹祸便是。
此处就只有你我姐妹二人，就算担心她又如何？我再担心她又能如何？她以为留守成家便是可怜，那是她未曾见过真正的可怜人。她又何曾知道，这些年我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？畜生，找死！是何下文？是为魏延，一个不留。快撤！阿叔，你是新来的县城吗？这是爸爸让我教育你的。楠楠，你还记得那幅书房中有个红色的匣子吗？记得。你把它取来，藏好，带到西城镇的县城陈家阿叔来了，把这个交给他，对他说：华县的百姓日后
就托付给他了。好。少主公，刘冷剑，没伤到吧？我没事。少主公，带去疗伤。是。少主公，咱们必须即刻前往圣山的驻兵打营，只有医师才能处理这么深的伤口。贼匪可都伏诛，逃了为首的反常以及部分随众，我已派重兵去围剿，绝对令他无处可逃。把此印交给即将到任的县丞。少主公，这即将到任的县丞是程氏将军的三弟程植。听闻此次随行的女眷还有程家四娘子。你说随行的人还有谁？程家四娘子。程少商、程植一行人早已出发，按说他们昨日便该到了。反常谋逆，周围难免还有同党。少主公，属下担心会不会遇到。少主公，带一队人马随我沿路查探，遇匪剿匪，遇敌杀敌。快！少主公不是受伤了吗？这是又要去哪？闭嘴，快救人！传信了。你们这么怕我们报信，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贼匪。知道的越多，越活不长。到时候你的下场会和你的婢女一样。阿妙呢？你那婢女也是个烈性子，折腾了几个时辰都没断气。还是我一刀赏了她个痛快。要你偿命！给我上！
少主公，咱们还是赶紧回避院吧，您的伤不能再耽搁了。你的伤是何人为你包扎的？啊，程四娘子包的。这小女娘好生厉害，又是血痂又是残肉的，也不曾害怕。是程四娘子为你包扎的。是啊。少主公是不是生气了？阿兄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了？你这胳膊与其包扎，还不如断了呢。啊！撑着点。不行，伤口太深了，学手术得用烙铁才行。来个人搭把手来。我来。再撑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好，快！撑住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结束了。这帕子上沾有安神药粉，若不习惯血腥气味，可用帕子捂住口鼻抵挡。多谢李将军。陈娘子不必再怕，已经不会再有威胁了。若不是林将军仗义相救，我们也不知能不能活到现在。小女力量微薄，见将军麾下也有伤者，未免耽误了行军，不妨将伤者将士全部留下，我定会细心照顾。是将我麾下的伤患全都留下吗？是。若将军另有筹谋，我等也不敢质疑。为何只能是他们？难道我就不可留下吗？将军留下做什么？疗伤。少主公一天一夜未曾休整，为了救你们，连伤口都危急处理。阿飞，不得无礼。凌将军，你自行折断剑尾，如今箭头只露出肌肤不足半寸，想要拔出箭头，无处着力，怕是只能切开伤口。那便切。可小的不懂缝合之术，如若强行割开，只怕将军会血流不止。小的只是粗通医术，实在是无法医治将军的伤口，请将军恕罪。少主公再忍耐些，我去找军医。你便是再快的马，找来军医也需时日。少主公耽搁得起吗？我有一法子，但不知可行不可行。可行。少主公，这程娘子还没说是什么。少主公说行便是行。
这不是普通的绳子，这是少商弦，我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陈娘子了。无妨。这少商弦，可是陈娘子心上人所送。算是喜欢的人吧，是七七阿紫送的，他眼光倒是还不错。来吧。林将军，疼吗？一手疼吗？那就快来包扎！少主公可是觉得剑有什么不妥？此乃军中最新造的金铁兵械，一直存在董仓管所看管的仓库之中，如今落入这些人手里，可见都被将军给料中了，蜀定升了2星。这些人偷买军械是想要谋反，外面那些不是贼匪，而是叛军。我只是猜的，做不得数的，做不得数。圣上西巡途中，文华县有变，命我先行剿匪。所幸祸乱刚起，就已经扑灭。林将军，外面那些叛军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
为何留了这么多活口？这群无胆鼠辈，劫掠妇孺是狠辣歹毒，一看打不过，降得可快了。从叛必死无疑，可盗用军械，不过是流放而已。你们想定何罪，大可自己选。当真？我们就是盗用军械，这批军械是早些日子别人卖给我们的。谁卖给你们这批军械的？这个我们不知。好，都拉下去斩了吧。是。哎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？慢着。我告诉你们，跟你们这种人，没有守信的必要。身为武将，你们明知军械对于阵前将士来说，如同生命一般重要，竟还敢盗用军械，可谓是罪该万死。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，是樊昌将军逼我们的。他不满圣上让他镇守蜀地，所以才盗用军械，以充军备啊。什么迫不得已？分明就是你们贪恋权柄和财物，明明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，装什么可怜？少主公，杀降不降啊？我来杀，我来杀了他们，杀降不降，可他们又没向我投降，我来杀了他们便没有关系。我的婢女阿妙、家丁、车夫，全都是被他们所杀。那个女子，我们只找回了部分尸骨。你们还配为人吗？既不想做人，那今日就当畜生，我就当你们是牲口，想如何宰杀就如何宰杀。你敢！我们兄弟化作厉鬼，也要彻夜撕咬你！带下去。走。你就留在此处。你没有见过那个场面，看了会做噩梦。我不会做噩梦的，我定要亲眼看看这些畜生们是怎么死的。你听我的，留在此处。婢女被掳走并非你的过错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今夜睡前喝一碗安神汤，可记住了？盗用军械，杀！什么人？不是说不让你们？
陈哥，你没事吧？你35呢？顺华，顺华，顺华呀！你可还好？顺华，少少，实在对不住。今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绝不离你半步。夫人有所不知，那老妖弱如柴鸡，受不了惊吓，一路上晕过去3次。幸亏你夫君我镇定。你说，我让你去搬救兵，为何这么久？我说，你别生气。因为程大人晕过去好几次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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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大人，不好了，少商和陈夫人他们遇袭了。所以只有劳公子一人逃出来了吗？我们快去救他们！夫人，娘娘，我还是来迟。陈大人，大人，陈大人，陈大人，去。陈大人，我们赶紧去找少顺华。跳，我还是来迟了。陈大人，陈大人，陈大人，这是顺华的东西。陈大人，我听得着。这是顺华的东西，我还是来迟了。如此说来，你们为找我与三叔母，一路上绕来绕去，在山脚下绕了1天，是1日1夜。这一路，你们都不曾遇到贼匪，这般安安稳稳。想必贼匪都去山上围剿你们了，所以我们这一路都很安全。三叔父果然是生来好命。我们这一路上，水深火热，一路被人追杀，你们倒是连皮都不曾破。老天爷可真是偏心的很。不，少商，你人美心善，自会被上天眷顾的。你看，这不遇到了林将军吗？他还派了黑甲卫保护咱们，他可当真是个大好人。血迹尚未干透，樊昌逃得不远。向前搜。是。这帕子上沾有安神药粉，若不习惯血腥气味，可用帕子捂住口鼻抵挡。多谢林将军。
想说就说。哦，少主公带伤来救程家四娘子，已算仁至义尽，为何还让大兄一路护送她前往华县？毕竟是华县新县城的家眷，这一路以来，是否还有樊昌残部不知，自然要小心一些。就这样？不然呢？把手伸出来。你守在此处，我带人继续向前，让樊昌无处可逃。是。既然女公子已安全抵达华县，卑职便先告退了。这一路，多谢大人了。
玉。您是？在下是新上任的华县县城城址，请问程老县令可在府内？县城大人，老县令他怎么了？他协同子孙殉城了。扶我进去。将军伤口已腐，得忍着点疼啊。下官得先驱除青瘀，除去腐肉才行。将军勿惊，来吧。陛下，臣的伤口有碍观瞻，您不若先行回避吧。回避个屁！这什么没见过？哎，你现在知道自己伤重了，再晚个半日，别说你胳膊了，就连你的小命都不保。朕早就告诉你，早一些娶妻生子，整日打打杀杀的，到头来呀，死了都没人给你送葬，坟前连个打灵幡的人都没有。陛下若再想像4年前那般，强压着臣娶豫昌郡主，那臣就再出征，即便是去胡人地界上找仗来打，也要将这条性命葬送在那里。如此，陛下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烦恼了。你呀，庶子啊，还说这些蠢话。还有你们俩，废物！将军这么重的伤，你们俩是下了还是残了？为什么不早些回来，早一些医治？陛下要怪罪还是怪罪臣吧？战场上军令如山，他们2人也不好违抗。你不要仗着朕舍不得怪罪你，你就肆意妄为。朕把你当亲生子一般的抚养长大，你如此不爱惜自身，你到底要做甚呢？你能不能轻点儿？是，无妨。继续。朕和你舅父情同亲兄弟，自幼一起吃，一起住，一起长大。你舅父为了国家，牺牲了全家人的性命，朕心痛，自责无法救他一命，这才把霍家全族荣耀都赏赐给你呀。就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。可是你呢，一不娶妻，二不生子，整天打打杀杀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你母族霍氏的血脉，难道真的要断送在你的手里吗？臣只想像舅父那样，娶一个知心相爱之人，与其像城阳侯那般朝秦暮楚的弃我阿母，使得2人相恨半生，臣宁可孑然一身。陛下不必再劝了。还看什么看？还不给朕滚出去！哼！慢一点啊！是。现在樊昌长功夫了，居然能够把你们少主公伤得这么重。陛下未免太抬举樊昌了，少主公不是被他伤的，是他自个儿拖的。干什么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，哈哈，这俩倒是仆随主样啊。子申平日说10句话，你们俩呢，只说9句半，对吧？还笑？你说，你要不说，我连你家少主公一并责罚。
少主公本是领命攻打在华县的樊昌叛军，叛军府定又听闻新上任的县丞未曾前来接任，恐其途中遇险，因此又折返相救，才耽误了剑上。新上任的县丞，哎，不是听说新上任的县丞去了兴县吗？哎，既然你们家少主公要去救新县丞，那顺便在清县就可以疗伤啊。少主公压根儿就没去救清县的县丞，他是去救县丞家的女眷。啊，女眷？对，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女娘给少主公拔的剑。那小女娘手上又没轻重的，少主公又忙着追拿樊昌，这才耽误了伤势。拔剑疗伤，小女娘，那小女娘是谁呀？不许干的，就你说。曲灵侯程氏的妖女程少商。程少商？长什么样啊？三叔父好些了吗？他还是自责，说若非自己一路上耽搁，也不会让老县令一人面对强敌。老县令与你三叔父当年一见如故，情同父子，你三叔父还一路念叨着要带都城的吃食给老县令尝尝鲜，谁知竟是从此天人永隔。程老县令也是花甲之年，为何还要自己出城犯险，让守城门的将士去不行吗？再说他年岁已大，身体也不好，就算如此，想来圣上也不会怪罪他。圣上不会责怪，可华县的百姓就在城中，他们可都看着呢。他没这份全家就义迎敌的志气，又有何面目做一城父母官？娘娘，生逢乱世，有能者当仁不让。当初出征，你阿父阿母也是这般义无反顾地前往都城。季夫人，女公子，我打听到了，程老县令的孙女程小妹现在在医馆就医，她被贼匪踹中了胸口，伤势严重，怕是撑不了太久。快去看看吧。带我去。好，少商，等等我。杀敌！
胡说！我听我大夫说，明明就是你阿父阿母见你是个小女娘，便不要你了。他们打仗就带着你的同胞阿兄，就是不带你。你才胡说呢！我阿父阿母才没有不要我呢。那他们为什么不回来看你？他们分明就是不要你了，才把你丢在顾大母家的。我们不管他，你们自己玩。
活下去，他得为了他全家人活下去。你救我！腿没了，活着也是累赘，还不如死了，人去给家里负担。腿没了还能拄拐杖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放弃？你们这些世家子弟也知道别放弃。我的父兄被那些劫匪砍掉了4肢，活活被疼死的。是我放弃了他们，我才应该是死的。父兄惨死，你一个大男人就活不了了。我若是你父兄，定会3更半夜从坟茔里爬出来把你骂醒。他们舍弃性命换你活着，你怎能轻易就说放弃？我若是你，定会好好喝药，好好配合治疗，将来痊愈之后娶妻生子，将他们的人生也一并活下去。拿药来。拿着。当是被畜生咬了一口。我知你心中难过，但寻死并不是你的主意。我也有身边人被劫匪掳走，他们连全尸都没有给他留，历劫于我不仅在这里，就算是被欺负，能活着便就是最好。如今你活着，你能去也应庆幸的是，若他不介意，为何要为了下了眼的老天爷放弃有情人？若你这么做了，当真是傻。但他若是介意，为了一个无情无义的男人去寻死，更是蠢不可及。若不是陈老县令以全家的性命来拖延，你们根本活不到今日。如今陈老县令唯一的血脉还靠在外面一息，适才与我说他好好活下来，因为那是他大母和父兄用性命换来的结果。还不明白的道理，你们为何不明白？你们有什么脸面轻言放弃这么多人为你们拼来的生机？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已故的亲人？一世，我不怕他，老着吗？
少商，你风寒刚好，真不再歇歇了？我不想歇，一歇下来，满脑子都是沉香梅。你若觉得累了，便可回去歇着。要不我帮你算吧，你这班太辛苦了。你这人倒是真的贴心。那你帮我看看这个吧。现在府库里的钱只够买30车木材、40车沙土。可外面还有40-50户损毁的房屋待修，这些都不用算，材料根本不够。可三叔父的府库也只有这些钱了。钱？我这里有这块玉佩，还有这块玉珏。我阿母说过，这个是娄家的传家宝，值不少钱。还有这个扇子。还有这些钱，够吗？我只有这些了。这些就是娄公子全部的家当了。我自小大兄教导我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切勿沾染铜锈之气，因此身上值钱的物件就少。再加上自小万事不缺，身上从来不带银钱。你们这些世家弟子，平日里不为吃穿用度发愁，那你们素日都在忙碌些什么？自是成为端方君子。君子以学以具之，问以辨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我知道了，就是图个好名声。哎呀，我想到办法了！这次你可帮我大忙了，啊！少商，你怎么不拍你自己啊？因为会疼。娘娘，你让我为所有捐钱的商贾写一份嘉奖书，这不难，但若盖上官印，便是万万不可，荒唐可笑的。三叔父，先别着急，你先听我跟你说。这样一来，虽然我们不能悬之以利，但可以诱之以名啊。人活在世，谁不图个好名声？三叔父，你尽可挑一些好听的话写，比如“仁厚一心，勤于任事，百姓楷模，大善之家”。只要捐钱超过300贯，我们就赠予牌匾。牌匾只需几贯钱，却能鼓动商贾出钱重建华县。出钱重建华县。三叔父，如此简单的道理，你为何要反应这么久？我是在想，这些算计的小招数都谁教的？这样算计的招数，还需人教？三叔父是小看我这招数，还是小看娘娘我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几贯钱换几百贯钱。三叔父，你不会抠门道，连几贯钱都舍不得花吧？我看看，哪有半点小女娘的样子？跪坐，把手放下来。你先答应我。现在
在。不然呢？歇一会儿，喝点水。你这屋梁画的可真好，还有这屋脊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还有这个，这个呢？别捣乱。小妹醒了。伤好不容易才好几日，又跑去追踪樊昌余党下落。少主公病情加重，陛下一双眼差点剜死我们。小伤无碍。我命你们办的事情可曾办好了？都办妥了。若非少主公旧伤复发，大可将钱亲自交给程娘子。少主公你是没瞧见，程娘子短短几日之内便将死气沉沉的华县重振民心，当真是了不得呀！那些百姓领到牌匾，个个都深切。可惜少主公叮嘱要低调行事，程娘子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份最多的钱是你所捐。我们又不是商贾，自然得低调行事。那些商贾若知道了我的身份，
定会怀疑是他有意为之，想利用我们的身份逼捐他们。如此低调行事就好，既能帮到他，也不会惹出是非。那岂不是行好事不留名，连程四娘子都不知道了？能帮到就好了，不用他知道。少商，这蜜饵滋味可好？挺甜的，不过蜜是浓了些，吃多了对身会腻。那下次我换家婆子，你可还有日思夜想没吃到的？老何家的巨米，还有羊肉饵饼，蜜粽也想吃。不过阿瑶，你不用都样样买来。你就是要冬日之冰酪，夏日之暖锅，我也都会为你寻到的。阿瑶，你真了不得。从来没有人如此夸过我。我阿兄总说我两儿游过，犹尚欠足。大灾之后还能寻到这么多美食，可见阿瑶做事细心妥帖。我哪有你厉害啊？今将百姓重新振奋，捐款捐物，华县呀，因为有你得救了。阿瑶，我发现你还有一个优点。是吗？眼光好。在这个世上，只有你与我阿父才懂得欣赏我。待日后我阿父见到你，我觉得你们俩也会甚是投缘。稍稍，你愿意带我去见你阿父啊？为何不愿？稍稍，我想好了，等以后咱们做了父母官，你就指导建筑生产，我就负责你生活起居，咱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你等等，我再帮你去寻点蜜粽子。建筑生产。陈大人，陈夫人。三叔母，三叔父，娘娘，你的主意妙哉呀！现如今筹集的钱银均已投入重建，你可是为咱们全县的百姓免了筹集之苦啊！也不全是娘娘的功劳。哦，对了，三叔父，有一笔最大的无名捐赠，可查到了？哦，还未查得。不过此人既作无名，想来必定是安排周密，不想让我们查得了。也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在帮娘娘，不对，是帮整个华县的百姓。无论是何人，还能比得过娄公子这般细心体贴吗？自然是比不上。遇到了阿瑶之后，我算账有本，捐募有钱，这盖房子也有帮手。你们看，就连吃食也有着落。华县，华县，女眷，对，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女娘给少主公拔的剑。那小女娘手上又没轻重的，少主公又忙着追拿樊昌，这才耽误了伤势。哦，这是华县代县令程旨递上来的奏报。是。屋舍损坏100余9，死伤近100。短短几日之间修复屋舍20余户，很不错，很不错呀！看来这个程旨还是有一些本事的嘛。是啊，陛下。听说他有个侄女颇为贤能啊，不仅救死扶伤，而且还鼓励恢复生产。不知这个小女娘是否婚配呀？当然了。如此能干的小女娘，求亲之人一定是踏破门槛呐。回陛下，程家女娘尚未婚配。尚未婚配啊？陛下，陈老县令携子孙共同殉城而亡，忠义无双，是否应当追封嘉奖？你起来了？对。朕有此意啊！
朕打算命人呐，拿着这个追封诏书去一趟华县。臣敬重老县令为人，愿前往传召。哎，起来起来，你这个伤好了啊，已经好了。啊，那好，那既然此生想亲自跑一趟，就去安排吧。啊，是遵旨。嗯。好的还挺快啊，年轻，年轻就是好得快啊，比不了，比不了啊！谢陛下。夫子，可曾打探清楚，此次遇险之人是否有程家女眷？小人已多方打探，当真是程家女眷，且不止一人。程家四娘子也在车上。她怎么会在华县？说是随华县县丞程齿一同上任，谁知在路上遭遇匪贼，伤亡不少，后被御前林将军所救。如今一行人已前往华县。下去吧。是。无论如何，为师要即刻启程见上他一遭。经此一事，万万不能再等下去了。我欠的情债太多，若是不能当面与他吐露心中愧疚，为师此生死不瞑目啊！好，弟子立即陪夫子一同前往华县。这天下女娘众多，为何偏偏她这么倒霉？